蘇東坡一生創作咗大量而且題材廣闊嘅文學作品，歷朝歷代對佢個人以及佢嘅作品都有相當豐富嘅研讀，所以我哋唔難去認識，甚至去了解佢係一個點樣嘅人。着力即差係蘇東坡生前嘅最後一句說話，因此好多人認為此句別具意義。更有講法，呢個係蘇東坡對人生嘅終極領悟。大家大致嘅解釋係：太努力、太用力咁做事，反而容易有差錯，所以做人要隨緣，隨遇而安。有以上嘅理解，主要係以人生仕途成敗嘅結果論作為出發點，並着眼喺蘇東坡不斷走下坡嘅官宦生涯，認為佢以此句總結自己喺官場中嘅體驗嚟比喻人生。觀乎蘇東坡一生嘅喜樂，如單憑着力即差呢4個字去理解嘅話，表面上嘅意思的確大概咁。不過假若杜基亦係如此理解，便唔會特登去10日雅會嚟發表呢篇文章啦。本文亦如以往一眾解讀一樣，杜基嘅理解與國家嘅睇法有住明顯嘅落差，認同與否則留待讀者們嘅人知啦。要理解着力即差嘅真正意思，首要先睇此句嘅出處。網上搜得多個地方如《東坡紀年錄》、《清波雜誌》、蘇文忠公司編著《集成總案》等都有相近嘅記載。由於當中並未發現意義上嘅分歧，所以我亦都冇考證，相信應該冇乜異議。大致嘅記載如下：林寇以大聲曰：端明夷，莫忘西方。公曰：西方不無，但我屢着力不得。錢世雄曰：至此更須着力。答曰：着力即差。林嘅身份係蘇東坡嘅僧友，為林方丈；錢世雄嘅身份係蘇東坡嘅師友，係常州詩人。呢段記述咗蘇東坡喺彌留之際時回應維林同埋錢世雄嘅對話。先係維林提醒蘇東坡唔好忘記西方極樂世界，蘇東坡就回應佢自己知道唔係冇西方極樂世界，但唔係使力就能到達。之後錢世雄督促蘇東坡而家呢個地步更需加把勁，蘇東坡作出最後嘅回應：着力即差。之後呢位絕世大文豪便合然而逝。呢段簡短嘅對話看似簡單，但一般人去解讀幾乎可以肯定會出現誤差，因為呢個唔係智慧高低嘅問題，而係知識範疇嘅問題。主要原因係我哋必須要了解當時嘅語境、人物、身份及其人生經歷，先能夠明白整段對話嘅真正意思。而當中有2個重點正係關鍵所在。第一，呢度有位身份非常特殊嘅人物和尚。點解維林提醒蘇東坡勿忘西方？因為喺佛教裏頭嘅某啲寄望到達西方極樂世界嘅宗派，並唔係所有會主張教徒經常口念及心諗去與西方極樂世界進行連接。特別係當人喺臨終前尚有意識間，便更需加強口念及心諗相關嘅咒或念頭，如阿彌陀佛、西方極樂世界主，以求獲得接引到當處。由此得知，錢世雄叫蘇東坡更需着力，錢亦應係佛教徒，或至少有相關知識。第二，據林語堂嘅蘇東坡傳中嘅描述及有關記載，蘇東坡日常係有打坐冥想嘅習慣，而且佢有自己一套獨特嘅呼吸法。呢點讓我哋知道佢對打坐冥想嘅方式有要求，相信係佢嘅呢種方式可以俾佢進入某種狀態或者境界。要真正了解打坐冥想，必須要有打坐冥想嘅經驗。正如要知道蘋果係咩味道，一定要食過蘋果先知道，任何文字嘅表述或者意譯都只會係過猶不及。而打坐冥想嘅方法有好多種，打坐冥想能夠讓人進入咩狀態或者境界，亦只有嘗試過嘅人先知道。有唔少人係為咗進入某種特殊狀態或者境界先至去打坐冥想，但要進入嗰啲特殊狀態或者境界，並唔係一定要保持某類靜坐坐姿，暫睡臥也係其中一種。亦正如蘋果有好多品種，而食法更多不勝數，味道各有不同，但蘋果仍然係蘋果。呢點對於冇打坐冥想經驗嘅人嚟講，係先需要有嘅概念。杜基只有10幾年打坐冥想嘅經驗，層次同資歷均尚淺，但清楚知道，如果要能夠進入最基本嘅層次，入定着力便必然會失敗。而如果過分着力於某個部位或者要穴，甚至會令該處帶嚟損害，嚴重者更可能引致走火入魔嘅情況出現。有練過氣功或者要易守某處之類等打坐功法嘅人，應該非常明白杜基喺度講啲乜嘢。要打坐冥想有快速效果，有一個非常吊詭嘅訣竅，就係我哋俗語口中嘅既集中又放鬆。打坐冥想講求嘅唔係完全唔着力，但卻正正係着力即差。
據以上兩點分析，蘇東坡離婁間嘅西方不無，但個女着力不得。着力即差，只係回應為前二人並非着力便可以到達西方極樂世界。呢個係佢同為前認知上嘅分別。我相信蘇東坡自己認為真要到達西方極樂世界，進入類似打坐冥想時嘅特殊狀態，先會更為適合，更能夠得到連接。呢先至係着力即差嘅原意。當然，道基唔係蘇東坡，我只係以我嘅個人體悟去理解蘇東坡呢句說話，因為世上只有蘇東坡自己先至能夠肯定當中嘅意思。你又點睇呢？古今對蘇東坡嘅評價褒貶不一，但佢絕對係道基最喜愛嘅文人，冇之一。喺我心目中，遠冇其他文人能夠同佢比得上。因為無論喺愛情、交友、成敗、日常生活嘅快樂條件等人生重要嘅價值觀上，我自己亦有極之接近嘅取向。無論佢喺人生最後嘅日子有幾豁達，相信佢嘅官宦生涯始終係佢人生最大嘅遺憾。但冇呢段日子，就活不出咁樣嘅蘇東坡，亦都唔會有一啲既入世又出世嘅作品傳頌千古。